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今年4月有一名黄姓中尉排长在营区大礼堂轻生，而死者妈妈日前带着儿子遗照来到桃园地检署哭诉。对于检察官针对10名涉案直属军事官签结不起诉，家属决定向高检署提出再议。带您来看相关报道。讲一下今天来这边的，我们今天是要带着我儿子要来听司法审判这些，我们司法不公，台湾的法律已经死亡，我要跟我儿子带着他，军中的霸凌，军中的侮辱，他的枉死，没有真理，没有公道，我真的就是在家里面，我们跟军方所有的物证，都是我们提供给军方去做检查，证丢给检察官的。在10月6号的时候，还有10个人说，10个人说要他们提起什么那个有证人转为被告，你看才1个月的时间，证件的不打紧，这10个人没有1个人被起诉，情何以堪啊！台湾司法不公，司法不公你干嘛？妈，你干嘛？检察官在不起诉处分书里面都有做充分的交代，然后死者的手机以及他所使用的电脑也都有送请相关的单位做鉴定鉴定的结果里面也在不起诉处分书里面都有详细的叙明。台湾将于明年1月1日开放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引发民怨沸腾。嘉义市长黄敏惠接受专访时表示，民众的反弹声这么大，都是过去民进党所教育出来的。2012年他担任国民党副主席时，就反对来牛进口，现在民进党政府根本不愿意沟通，此举太让人民失望。一起听听他怎么说。我们真的很忧虑。说真的，你说后面的标示还不能，哪有不能标示的？那你叫我们怎么办？你国民的健康可以不顾吗？我想，2009年，你说2012年那时候那一次，其实美牛，我虽然是当时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我是反对的。因为我必须把我的声音，我把人民的声音告诉当时的主席，所以你看当时会有这么多的折冲，难道我们的执政党就不能拿着民意去告诉大家，在这里我们有困难，但是你要我们接受什么？有没有考量到国人饮食的习惯问题？你今天不是只有进猪肉，你连内脏都进，那你想想看，在嘉义市这种，现在是大家很厉害，这大家什么话都不敢讲，很多人就不敢讲了也没用。然后，但是私下说，市长你们要站出来，你们要赶快。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说媒体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对不对？这就很重要的。我想从这个时候都环环相扣。你敢
这样关，我想这对整个民主来讲是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在说的是，不管你什么颜色，但是那个标准是应该一样，标准是要一样，不能两套标准，哈，不能两套标准。所以需要抓稳现在社会的期待，年轻化是必然的，大家能够支持，让我们的主席能够好好去，主席也能够阐述一些理念，然后跟人民对话，跟年轻人对话，让年轻人知道国民党真正的、务实的、真诚的，要跟大家一起努力，要站在一起。因为过去大家对国民党还是有刻板的印象，这种刻板的印象如何能够去改变？当然，这个就是一大的挑战，这一定要去改变。所以要用创新的方式去改变，让大家愿意对你更大的认同。嘉义市是民主圣地，什么叫做民主？民主圣地其实不是哪一个颜色，是不分颜色，但是你要够出色，对不对？你要够出色，人民就会支持。所以民主是不分男女，民主圣地不是说看你蓝的还是绿的，而是要有是非黑白。这几天我想对国民党的评价，陆续咱市民拢有看到但是咱们对党部、咱党中央来讲，必须听到能够基层的声音，是必须更多的去跟青年接触。那跟青年接触，我们才能够去。能够接地气的与大家人民站在一起，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我想这是党中央现在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们基于我们是党员，我们对中央的建议，希望中央可以对2022年的这个县市长的选举我想我有3点的看法。第一就是讲嘉义市实际上是属于艰困的选区，因为面对着国民党黄敏惠市长，伊是现任的市长。过来，搁做11党，未来2党加起来，就等于13党是一个伫遮经营足久的一个民意代表，是一个讲伫地方足有实力的政治家族。所以要挑战现任的县市长，基本上来讲也是蛮艰困的。所以，阮嘉义市2022年属性可能就定位做一个艰困的选区。第二，因为是艰困的选区，所以民进党党中央的政策可能会做全国性的通盘的检讨，就是讲，每一县市大概要推什么款的人出来迎战，会上适当，他自然有他的考量。当然，若是征召到我本人，我会全力以赴；若征召到别人，我嘛足乐意的全力以赴。我相信要安怎配合党中央的这个提名甲征召的政策，大家团结一致，较有法度来拍赢这个2022年的嘉义市长的选举。再来带您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举行就职6周年记者会，对于记者询问到关于莱猪行政命令在立法院表决过关的看法，柯文哲表示，剩下几天就要进口，地方政府要做很多准备，也直呼看不懂中央政府的行政思维。我一直无法理解到底民进党政府脑袋在想什么？我无法理解。而且你拿他以前讲的话跟现在讲的话，那灵魂交换嘛。而且并起来办，我起来看我，而且好了，副市长说讲到这里为止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在这边奠基过去，展望未来，相信未来的2年，台北市一定会更进步。可能要稍微举高一点点哦。好，接下来看一下右手边。实在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人家讲说我们什么逆时钟干什么，其实我跟你讲，我们一向是从整个防疫过程都知道，我们还是会去嘴巴念归念，我们还是会去配合嘛。但问题是你12月24号才搞定这个行政命令，那只剩下7天，地方政府要怎么去处理？这不是一个好的案例的
不过国家就是这样嘛，这种就是让人民不满嘛，但是这样的，作为地方政府，我们该做还是做，所以我想在这段时间，我们4大通路非莱猪专区会先成立了，至于后面那些很多配套措施，我们还这几天会加速去努力。其实这件事情你知道源头管理、明白标示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我甚至我还亲自去行政院讲，其实莱猪是这样的你只要在屠宰前3天，你知道，不要使用含有莱克多巴胺的饲料呢，其实浓度会降到相当低的程度。那再加上一个专区，你知道就明白标示，给它单独的货号，你知道这样的话，因为目前我们在台北市已经有食材登录系统，所以整个系统很容易就可以做出来。坦白讲，我是一直无法理解让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我老实讲，从头到尾，我没有说去阻挡它。事实上，全世界的国家里面使用莱克多巴胺大概20几个，不用的大概150几个，所以大部分还是不用。但是我也不会说做一个科学家就一定要去喊什么毒株什么，我也没有那样做。但是你让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好了。我一直无法理解到底民进党政府脑袋在想什么？我无法理解。而且你拿他以前讲的话跟现在讲的话，那灵魂交换嘛。而且并下一半我起来看我，而且好了，副市长说讲到这里为止就好了。第9届国泰真英雄陈伟英棒球训练营日前在高雄市澄清湖球场举行，最后以模拟赛结束这2天的行程。不过陈伟英在最后2局模拟赛登板，却被金门大学棒球队宋云泰再见安打，以4比5落败。好，慢点，下子，一致。宋云泰来自于金门的，好，金门大学宋云泰对上陈伟英，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要球。这边不是有1吗？对。哇！投手虚惊一场。好，8点后方的接外，一样2好1坏。好，一出局，第3垒有跑者。哦，缠斗，来球。好，8点后方接外。好，一样2好1坏，一出局3垒有跑者。啊，这是2局下半，仁和家政队进攻。3垒跑者，那个这个本垒攻防小心点哈，小心点，对，打破要赔，3垒
的接外，哦，很黏很黏很黏。好，我们恭喜仁和家政队获胜。Makio 和许浩平日前举行怪奇学园的发表记者会，该节目破解各式神秘的都市传说，现场还开箱水晶骷髅头收藏品。而 Makio 在罗志祥发表没抢欧弟女友的声明之后，公开亮相，无奈表示说好不提的，也欢迎小猪来上节目，并开玩笑封他是都市传说。你当时有讲好，就是谁也不带提。对啊，我不会去消费他或干嘛。都不提。对，我不会去提呀。就现在他先提了怎么办？所以就来上节目嘛。欢迎啊！他也是个都市传说嘛。对。哦，Makio 呢，真的还是如此的青春态。我们先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哇哦，卡哇伊！学的节目里面独家来做一个公开呢，跟大家来说明到底他都市传说当中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能量故事，能够呢让浩平老师跟 Makio 都叹为观止。就是我一直都就是都没有要就提对方啊或什么的，对不对？对啊，我都就是这出道到现在我都没有主动提。就是包括今天这些留言是他们自己主动。坦白讲，我们完全没有跟他们去联络。没有，可是呢，我可以就是小猪你来啊，来上我们节目啊。对，我很大方啊，对，来啊，都一起来。我觉得对啊，就是演艺圈嘛，就是认识也这么久，那他说好不提，他已经提了，那就我也提啊，OK 啊。大家来啊，谁怕谁？不是气到，是反正就是啊，你都哎呀，就不是讲好吗？但是你提了好，那我也提啊，那你就来上吧。欧弟要不要顺便发一个？那 OK， 那随时都可以来。哇，那太热闹了。对，欧弟可以提呀，对不对？欧弟跟我跟他是 OK 的，可以沟通的，对。小猪也 OK 啊。小猪那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小猪是不，我们就是说就说好，就是他们有讲好，就是不。原来当时有讲好。当然有讲好。我也是记者哈，我帮你们问好。当然有。你当时有讲好，就是谁也不带提。对啊，我不会去消费他或干嘛。都不提。对，我不会去提呀。就现在他先提了怎么办？所以就来上节目嘛。欢迎啊！他也是个都市传说嘛。对。机会嘛，对不对？我也是做错过的人嘛，对不对？然后知道改，知道错，知道改，然后就觉得还是可以给机会啦。但是好像蛮难的。大小 S 有可能来上节目。他们都已经预约了。其实是那个三份姐姐是第一个报名，然后大 S 是第二个，对。大 S 姐是本来就是把你当。她早就对她就跟我们都讲过，对。然后三份姐姐就是说我可以当来宾吗？这样子，因为她也是很就是就是都市传说。那浩平博士。对不对？就是他一定会想要问很多问题啊，对，他就很好奇，对，然后就想他，不然那个影片怎么对啊？还好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发的那个文章，我觉得就是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是2月份嘛，那现在又要开始冬天了，我觉得他发的那个文是觉得说，我想要是提醒大家再一次的，就是在想到就是说，他牺牲了他自己，就是被批判啊，或者说会被骂，但是他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口罩的重要性。我是觉得说他的心态是这样子。对啊。他也没有退出吧？对啊。我才退出吧。吴宗宪的二女儿 Vivian 日前被朱立伦外甥 Wilson 求婚成功。今年圣诞节，他们多了准女婿一起过，结果家人竟然没有邀请吴宗宪参加派对。日前他录节目时透露，平安夜当天3个女儿都没有接他电话，打开新闻才知道 Sandy 邀请 Wilson 交换礼物，让吴宗宪难掩失落。来听听他怎么说。
所有人才惊觉，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那个平安夜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夜晚，我通通在工作，为了这个家庭，为了所有人在付出，为了公司在付出，结果呢，我看到了 Sandy 交换礼物的访谈，对，我才知道有交换礼物这件事。邀请你？没有邀请我，然后他们的说法是说我在工作。那我问你，对啊，是不是要那个一下？本人郑重宣布，我也没有看过比我更好的父亲了。我的付出，我大概在4年多前第一次有了自己户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钱。对，第一次有自己的户头，户头里面是会有数字，数字代表一些钱。我的卡是 Sandy， 我的黑卡虽然是没有限量，但是 Sandy 的副卡。然后公司再给我一个卡，我只有2张卡片，就是吃什么吃霸王，吃一吃还跟老板说，我身上没有现金，见我就打我请你，那个内湖那个甜不辣老板，被你气死了。所以我会觉得吵架吗？会觉得啊，哇靠，你们这么 happy， 然后都没有邀我这样。我就回到家里，然后坐在我的 Grando 的钢琴前面弹琴，弹了一晚耶诞夜。有哭吗？流泪吗？哭是没有哭啦，他就说我不要再当一个尽责任的父亲了。那今天可以主持吗？等一下看到 Sandy 我父亲的工作就到今天为止，以后是同事是不是？除非有新的小孩。那你有看到范范那一天吗？很长的那一天。不应该再去提这件事。对，亲爱的范范妹，这都是圈内很乖的女孩子，黑人也是，也很热心，愿意去做很多的事情。但台湾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你做了什么，人家都难免会攻击。那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单位写，当时那个口罩事件出来，然后说我挺范范。我没有，我是劝他说不可以骂人，有没有？你们都在嘛，对不对？我说啊，别在那港妹啦，对不对？人家也是希望能把这个事情做。不用再特别提这个事情。不用啦，又提，然后我就觉得说后悔讲这些话比较没有必要。我们发自内心的觉得说啊，拍谁啊，我都讲不对你啊，我干嘛，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媒体记者他们恶意栽赃说我挺你，我才倒霉嘞。我挺你是说，我不是挺，我是说针对口罩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来解决是会更好。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